今日就同我去覆診啦，但係覆診之前呢，有啲時間就梗係喺屋企做下啲護理啦。咁我收到提提研嘅面膜，咁提提研呢就係台灣品牌嚟嘅，咁佢哋呢一個 set 呢就係做植物性嘅外比體，咁佢亦都除咗做面膜之外啦，前後啲通拿啊 cream 啊都有做嘅，咁啊梗係一 set 用就最靚啦。你睇下幾 bling bling，好準備出門口啦，落去食個早餐啦，然後做啲嘢先，咁啊所以即係出去覆診，其實都要覆下 email 嘅。最近冇得抱石，但係呢就不停咁樣喺度做自己品牌嘅一啲設計啦，同埋產品嘅安排，所以大家記得多多支持一生阿明，之後會有好多新品推出㗎。一入到嚟就見到 Alpha 喺度飲水，然後就見到阿當都係一樣睇下 Jules。我俾阿 Jules 睇完我個 ultrasound report 啦，跟住佢就知道發生咩事，然後就開始手法治療啦。你睇下呢啲兄弟就係兄弟㗎啦，一聽到我喺度嗌咧，即刻攞住兩部手機過嚟影住我。你睇下佢嗌啊，幾可愛幾開心咁樣。其實我隻腳都唔係好喐到㗎啦，但係最緊要係消咗腫先啦，咁所以就超聲波幫我消腫啦。咁然後呢，就呢段時間都抱唔到石㗎啦，返屋企話抱隻手啦。唔知大家有冇啲相關嘅經驗呢？下邊分享下啦。